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8月20，旧历的7月初1，礼拜四。新闻的头一条，垂念阿弥陀佛，私底下是沙咧乌白佛。台南有一个资深的功德会，表面上是咧做好事，但是私底下是咧经营着地下钱庄兼暴力的讨小。只要被害人钱还袂出来，就该死咯。喷油漆、压银纸，甲人掠去，话要共拍死，甚至有被害人互凌迟热拍，实在载袂掉，差一点啊惊就绝路。警方长期追踪掠人，甲九个共犯全部拢甲因砍起来。警方冲入门，当场控制暴力集团的成员。警方摕搜索票上门抓人，有敲掉犯人的家私，包括床底、空气清介侪枪支、棍仔、甲刀等等，也有本票甲照条。警方伫108年3月就得到报案，讲台南7股有民众甲地下钱庄借钱，摸到刑就互人恐吓兼苦动。除了徛过被破拆也银纸被害人嘛被拍，个人因为安尼险险啊受袂开。警方经过长期跟踪，出动60外个人。其家人与邻居亲友分别遭人恐吓、杀名字、喷漆及捣毁家中物品。这个集团有9个人，拢总和警方联合起来，同时嘛提醒其他被害人出面指控，同时嘛呼吁民众若有欠钱，千万唔通去找地下钱庄，免得讲债务愈来愈歹处理。